后来继续要来讲台湾的生态真丰富，为着要来保育更较多台湾独有的水鸡类，清华大学创立着国内大学第一座的水鸡厝。 规身躯拢是粉红色的真影目，互人真想要挖近，毋过只有致命的毒性。伊是高拿箭毒蛙，是来自南美洲，是清华大学水鸡房头一批房客之一。另外一边是金色的箭毒蛙，正在求爱。顶礼拜新闻培育出头一批箭毒蛙，让师生拢真欢喜。世界上有40%以上的蛙处在灭绝的边缘上，台湾有36种蛙，得天独厚的。 其中有14种是特有种。像这青色的台湾树蛤啊，全世界敢若台湾有尔。清华大学设立国内大学头一间水鸡房，希望讲会使变成保育台湾原生水鸡中继站，为了让这个鸟鸡会使赶紧大只，全饲料是用心良苦。这个是箭毒蛙和小蛙的食物，那这是不会飞的果蝇，因为如果会飞的话，它们就吃不到它。 目前清华大学的水鸡房总共有12间，将近200只的水鸡。未来还有第2期的水鸡房，有较大的空间分休困。要么最后目标是希望讲，会使分代代相传，赶紧回到大自然。